當門咧去關上嘅時候，當弟兄姊妹進入呢個殿堂嘅裏邊嘅時候，讓我哋起碼有10分鐘嘅時間去安靜我哋嘅心，去進入敬拜嘅裏邊。因為呢一個唔單止係一個社交嘅地方，更加係一個敬拜上帝嘅地方。入到嚟會堂裏邊係一個上帝嘅會幕。請司琴壇主在聖殿中，讓我哋低頭靜默。我奉主耶穌嘅名開始今日嘅崇拜，請起立。宣召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詩篇118篇1節。有一日咧，有位姐妹同我去講喎，佢好想投入崇拜裏邊唱歌，但係大部分嘅詩歌咧，佢都唔識唱㗎喎。我話好明白嘅，我哋嚟自於唔同嘅教會。宗派有唔同嘅教會體制同文化，亦都有唔同嘅詩歌。有啲有教會自己嘅詩歌集，有啲會揸住本詩歌就咁去唱。有啲咧就係喺坊間嘅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詩歌。但係現階段嘅我哋咧係彼此嘅適應去學習。但係今日嘅詩歌其中有2首，就算你唔係基督徒，都可能有機會會去識唱嘅。如果一聽得到嘅時候咧，就麻煩大家一齊去唱咯。OK？ 係冇片嘅。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或許我哋唔係唱家班，又或許我哋咧五音不全喎，個個都唱緊自由嘅 key。但係聖經話咧，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如果你想知道愛在哪裡，愛就在你我的周圍。如果你想知道愛在哪裡，愛就在每個小臉上。愛在哪裡，愛在哪裡，愛就在神的愛子裡。愛從何來？愛從何來？愛它是從神而來。如果你想知道愛在哪裡，愛就在你我的周圍。請你望下你隔離嗰個，係咪真
正好有愛咧？想知道一話你見到佢就覺得係冇愛嘅咧？愛就在每個笑臉上，愛在哪裡？愛在哪裡？愛就在每個愛子裡。愛從何來？愛從何來？愛它是從神而來。讓我哋以啟應嘅方式讀出啟應嘅經文，帶領者會讀啟，請會眾讀應。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着他得生。神愛我們的心就在此就顯明了。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我們裏面。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讓我哋一齊誦讀。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神裏面。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愛從何來？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教會本身也就係一個充滿愛嘅群體，而呢一份愛需要用心刻意嘅去營造，係需要用心刻意嘅去營造，讓大家喺中間裏邊去自然流露出呢一份嘅愛，分享主恩，分享主愛。如果你想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愛在哪裡？愛就在你我的周圍。請你望下你隔離嗰個。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去同佢四個嗨，搭一搭佢個膊頭，佢同你行呢條嘅天路㗎。愛就在每個笑臉上。愛喺邊度啊？愛在哪裡？愛在哪裡？愛就在神的愛子裡。你相信嗎？愛從何來？愛從何來？愛它是從神而來。如果你想知道，興奮少少唱啊！愛在哪裡？望下你隔離嗰個笑下啦！我由呢個望過去咧，我都會好笑喎，你哋咁愛喺邊度嚟啊？如果你想知道，愛在哪裡？愛就在每個笑臉上。愛在哪裡？愛在哪裡？愛就在神的愛子裡。愛從何來？愛從何來？愛它是從神而來。愛從何來？愛從何來？愛它是從神而來。喺十架七言，耶穌第一句就為我哋代求。耶穌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呢一個他們亦係指我哋。耶穌叫天父赦免我哋，因為我哋都唔知道我
我哋自己所做嘅係啲乜。但係哈利路亞，耶穌死後第3日復活，佢勝過咗死亡，使我哋所信嘅並不枉然。所以星期日又稱為主日，係主嘅聖日。讓我哋以歡喜快樂嘅心去唱快樂頌，哈利路亞充滿我。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滿有主的歡欣，父在我心天天看守，叫我每天作救，賜我溫暖，帶走黑暗，雲霧裏中得見彩虹。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世界變得充滿愛。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滿有主祝福保守，大地每刻充滿歌聲，讚美主手所創。白鳥歌唱，齊共舞天際，天地歡呼聲到天庭。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在向主感恩讚美。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耶穌第一次向10個門徒顯現，當中少了多馬。之後那些門徒就對多馬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過了8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耶穌就對多馬說：伸出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主，我的神。耶穌對他說：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耶穌話：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我哋嘅福氣係何等嘅大？或許你仍然有疑惑，就好似多馬一樣。耶穌不單冇責備多馬，仲叫多馬摸佢嘅手嚟印證佢真係復活啦。聖經中有唔少嘅前人話俾我哋知，憑信嚟見證神嘅作為。呢一首歌每一個人物都述說緊上帝喺佢哋身上行嘅奇事。如果你唔清楚，可以揾身邊嘅基督徒小組嘅組長或者牧者話你知。憑信，憑信，他離棄必唔移，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後人全力走住天線，贏到祝福，換了名字。你信唔信啊？個信似乎好軟弱無力喎。因信連潮浪也分開。肯定嘅，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外，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先知被擄。
隊整隊，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共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近美家鄉走回去。憑信，弟兄姊妹，你信嗎？約翰福音16章33節裏邊咁樣講，主耶穌話：在世上我們有苦難，但我們可以放心，主已經勝了世界。喺哥林多後書12章9節，強如保羅，屬靈生命強如保羅，也3次求過主，叫這次離開佢。但主話：我嘅恩典夠你用，因為我嘅能力是在人嘅軟弱上顯得完全。你嘅日子如何，你嘅力量也如何，在每天。一天過了，再碰上新一天，一切事物是每天在變，心驚怕要應對百般轉變，不怕倦是上帝的禮面，在每天神同行是因保守，疲乏裏你賜身心恬靜，不驚怕我靠你壯膽得勝，只仰望你在每天護庇。一天裏滿有你賜福恩典，因此力量渡困苦歷險，心倚靠你已替我擔憂困，不怕累是上帝的護蔭，上帝的深恩慈怎開測透，陪伴我過每天風雨浪，深知你會有最好的供應，只仰望你在每天護庇。弟兄，一天過了，再碰上新一天，一切事物是每天在變，心驚怕要應對百般轉變，不怕倦是上帝的禮。請姊妹加入。在每天神同行是因保守，疲乏裏你賜身心恬靜，不驚怕我靠你壯膽得勝，只仰望你在每天護庇。姊妹，一天裏滿有你賜福恩典，因是力量渡困苦歷險，心倚靠你已替我擔憂困，不掛慮在上帝的護蔭。請弟兄加入。上帝的深恩慈怎可測透，陪伴我過每天風雨浪，深知你會有最好的供應，只仰望你在每天護庇。請司琴歌門。彼得前書5章7至8節裏邊咁樣講：
我們要將一切嘅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我們。務要謹守警醒，因為我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哮叫的獅子，因為我們嘅仇敵魔鬼如同哮叫嘅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或許你正處於人生嘅低谷，有好多嘅煩惱嘅事情，身體或者心靈嘅軟弱，家庭、子女、工作、朋友之間嘅關係，又甚或你揾伴侶，呢一刻屬於你同天上嘅阿爸父，佢係你天上嘅阿爸父。你可以將你嘅一切嘅憂慮話佢知，佢明白你，佢了解你，佢愛你，佢好願意你將一切嘅憂慮話俾佢知。爸爸話你係我所愛，我嘅仔，我嘅女，我等住你話俾我知你嘅憂慮。我好想你開口話俾我知你嘅憂慮，我想去抹乾你嘅眼淚，我想擁抱住你去過你人生艱苦嘅道路。慈愛嘅爸爸，係你自己話過，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着刑罰。我哋就深相信，我哋所遇見嘅困難，無非係我哋所能受嘅。爸爸，你係信實嘅。你必不叫我哋受試探過於所能受嘅，因為你愛我哋。喺受試探嘅時候，你必然會去開一條出路俾我哋，叫我哋能夠忍受得住。因此，我哋就找住你俾我哋嘅應許，我哋就找住你俾我哋嘅應許，因為你嘅應許係永不落空嘅。你嘅信實係唔會落空嘅，我哋就深相信你嘅恩典係夠我哋去用，讓我哋去面對我哋前面艱難嘅道路，讓我哋咧有一個盼望嘅心去唱呢一首嘅詩歌第2節。一天裏滿有上帝嘅恩典，一天裏滿有你賜福恩典，一切力量渡困苦歷險。我哋嘅信仰係一個有盼望嘅信仰，我哋嘅信仰係一個落地嘅信仰。不怕累，是上帝的護蔭，上帝的心恩慈怎開初透，陪伴我過每天風雨浪，深知你會有最好的供應，只仰望你在每天護庇。讓我哋一齊嘅禱告。慈愛嘅阿爸父，願我哋一生不論日子如何，也不離開你；讓我哋一生不論日子如何，也屬你。讓我哋嘅歌聲直達你嘅面前，蒙你悅納。聖靈啊，求你運行喺會堂嘅當中，作你嘅工，
讓我哋明白真理，照亮我哋內心嘅黑暗，使我哋喺屬靈嘅裏邊空空嘅嚟，飽飽嘅走。祈禱奉主名求，阿門。請坐。今日咧係黃日強牧師證道，佢嘅題目係我死了又活了，傳譯係麗雲姊妹。證道之先，請幫神弟兄誦讀經文。今日所誦讀嘅經文記載喺以弗所書2章1至10節。第一節：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着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上帝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為他愛我們因他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他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聖經讀畢，願神祝福佢嘅話語。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個圖啲字歪咗，緊要。今日咧就我哋係以弗所書講道嘅第3講啊。今天講的是以弗所書講到第3講。咁咧就個題目咧就係叫做我死了又活了啊。題目是我死了又活了。咁係會講咧以弗所書嘅2章1至到10節啊。是在以弗所書2章1到10節。我哋講到之前，我哋低頭先有個祈禱。講到之前，我們低頭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時候，親愛的天父，那我們到你的面前的時候，我哋求你嘅聖靈去打開我哋嘅心，求你的聖靈來打開我們的心，讓我哋嘅心咧可以去領受你嘅說話。讓我們的心裡面可以領受你的話，就係你要透過聖經同我哋講嘅說話，要透過聖經跟我們說的話。我哋求你去幫助我哋，求你幫助我們。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好，咁就我哋就講緊呢個以弗所書啦。咁我們就說以弗所書。咁以弗所書咧就係真係唔 work 喎。OK， 係啦，就係保羅寫俾以弗所嘅聖徒，就係喺基督耶穌裏邊有忠心嘅人嘅。保羅寫給以弗所書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咁我哋都要問自己，我哋係咪聖徒咧？要問下自己，我們是不是聖徒呢？如果你喺基督耶穌裏邊有忠心嘅話，你都係聖徒啊！如果你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都是聖徒。我哋之前睇咗咧，第一講咧就係講呢個1章嘅1至14節個題目咧，就係在基督裏邊嘅屬靈福氣啊！之前我們講的第一講呢，是在以弗所書1章1到14節，是講在基督裏的屬靈福氣。就係透過耶穌基督咧，我哋得着好多屬靈嘅福氣。透過耶穌基督呢，我們得着了很多屬靈的福氣。
然後咧即係1章嘅15至到23節咧，嗰度講到咧，我哋要真知道上帝啊。然後呢，以弗所書呢1章15到23節呢，是講真知道上帝。真知道上帝係好重要啊。真知道上帝真的是很重要。我哋真知道上帝，我哋先係知道我哋信緊啲乜嘢啊。真知道上帝呢，我們才知道我們信的是什麼。我哋先至真正可以咧去明白上帝咧有幾愛我哋啊。我們真正明白上帝是愛我們的。我哋先至真正咧去明白即係人生嘅意義係啲乜嘢。才真正的明白我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咁我哋今日咧就要繼續嚟到去講呢一個嘅2章1至到10節啊。我們今天繼續來講2章1到10節。個題目咧就係我死了又活了啊！的題目是我死了又活了。即係點解用呢個題目咧？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因為喺係啦，因為喺2章1節同埋呢個5節嗰度咧就講到死，亦都講到咧即係活過嚟啊！因為呢，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因為在2章1到5節的死呢，講到又活過來。又講到死，又講到活過嚟啊！說到死又活過來。講到之前係死嘅，而家咧又活過嚟啊！之前是死的，後來又活過來。咁所以就係即係我死了又活了啊！我死了又活了。咁乜嘢係死咧？什麼是死呢？咩係死啊？什麼是死？如果問你咩係死啊？想問一下，什麼是死？除咗你鬧你屋企嗰個之外，除了罵人。咩係死啊？其實？什麼是死？其實死係即係可能係呢個嘅脈搏或者心跳停頓咗，咁就死咗啦，係嘛？這個死呢，就是差不多是脈搏跟心跳已經停了，係嘛？即係又或者咧，即係醫生已經即係出咗呢個死亡證啦，即係 certify 咗，即係死咗啦，咁就係死啦。有時這個死呢，有時是醫生出了那個死亡證明，就是說證明你是死了。即係已經躺咗喺嗰度，即係冇任何個動靜，死咗啦。就是躺在那裡，沒有任何的動靜，就是死了。又或者咧，即係甚至乎咧，已經埋葬咗啦甚至呢，已經是埋葬了。無論係土葬抑或咧火葬，都已經埋葬咗啦。反正無論是土葬還是火葬，反正已經就是埋葬。通常我哋諗到死都係咁樣啦，係嘛？都係呢啲啦。通常我們想一下死都是這樣子。但係仲有冇其他嘅死啊？還有沒有其他的死啊？有冇㗎？有沒有？你睇下下一幅圖啊！你們看一下這幅圖。佢哋如果話死咗未？其實像這樣子死了沒有？假死有人說是假的。睇埋下一張或者再睇埋下一張在下面一個。你知唔知呢幾幅圖畫咧係邊度嚟嘅啦？呢幅相片這幾個相片是從哪裡來的？就係我喺 YouTube 度揾嗰啲即係吸毒嘅人嘅嗰啲嘅片段是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那個吸毒的片段。呢個係喺美國三藩市美國三藩市。喺即係街上邊在街道上。嗰啲即係注射咗芬太尼嘅嗰啲即係人嘅狀態就是說人的一些狀態。芬太尼芬太尼芬太就係即係你知道 Donald Trump 成日講話要因為芬太尼咧就要即係加關稅因為大家都知道芬太，所以呢要加關稅。真係喎，個情況好嚴重喎。這是很嚴重的一個情況。美國又係咁，加拿大更加啦。美國、加拿大更加。即係其實佢哋死咗未啦？死了沒有？即係好似人哋咩？即係活死人一樣好像死了。活死人一樣好似。活死了。咁你可能話即係吸毒嗰啲咪搞成咁咯？吸毒嘅人搞成怎麼樣子？但係下一幅圖下幅圖。呢個喺個財經嘅網頁裏邊咧，就有一幅咁嘅圖畫。曾經有個網頁就是這幅圖畫。即係佢話點解越嚟越多嘅人過得好似行屍走肉一樣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人過得像行屍走肉一樣呢？你睇下啲人有冇吸毒啊？那些人有沒有吸毒？即係咩啊？有嘅係嘛？即係佢着晒西裝啊，他們還是穿着西裝，或者着晒即係好正常嘅一班人啊。穿得很正常的一些人，可能咧去緊翻工啊，他們是趕着上班，或者咧去翻學啊。或者是上學。但係俾人形容係好似行屍走肉一樣啊！這樣子形容的好像行屍走肉一樣。唔係淨呢個網下一個即係原來話咧，即係打工仔啊，覺得咧即係好生活咧，好似行屍走肉咁樣。那些打工仔呢，好像行屍走肉的生活。即係翻工瞓覺無限 loop， 即係意思翻工瞓覺，翻工瞓覺，翻工瞓覺就無限咁樣 loop 每天都是這樣子循環，就是上班睡覺，上班睡覺。即係啲網民話咧，香港好多人都係咁噶。其實香港網民說，香港好多人都是這樣子。咁其實死咗未啦？到底是死了沒有？係啦，即係死未必一定係即係肉身死亡即係嗰種咁簡單死不一定是肉體死的那種簡單。當你人生冇意義活得嘅時候，好似都係死一樣。人生活得沒有意義，好像是跟死一樣。或者好似呢個講哀莫大於心死好像這個字寫哀莫大於心死。唔係淨係失戀唔單止淨係失戀不單單是思念。即係當你對別人絕望當你對別人很絕望的，或者你對自己絕望嘅時候對自己也很絕望的時候，其實都係死咗噶啦。都好像是死了一樣。好啦，咁係啦，乜嘢係活咧？咁調翻轉頭我們換過來說，什麼是活呢？咩係活啊？什麼是活？即係你覺得我哋坐喺度活啲定因為隔離啲主要學生活啲你們覺得我們坐在這裡活的，還是兒童主日學的比較活一點？我哋通常啦，即係活喺我哋喺教會，我哋會諗到即係耶穌嘅復活係嘛？我們在教會會想到耶穌的復活。耶穌嘅復活就係從死亡即係出死入生離開死亡進入呢個嘅即係再活過嚟耶穌是從死裡復活的，這樣子活過來。不過即係活唔係淨係講緊呢個復活活不是單單就是說這個復活。就係有人話即係小朋友，即係我頭先問個問題小朋友比我哋呢啲大人即係更加有活力嘅喎。好像這些小朋友的比我們大人呢更有活力。好似更加有呢個生命力嘅喎。更有一些生命力。佢哋會好似開心好多嘅喎。比我們更加開心。係咪啊？是不是？即係如果而家叫你起身，而家起身，起身，大家起身。大家站立一下。即係喐下咁。動一下。即係得唔得？可不可以好，坐低。請坐。可能你已經覺得即係做乜鬼你們會覺得這是幹嘛呢？無啦啦企咩起身幹嘛無端端的叫我站起來？即係所以話但係小朋友唔需要問呢啲問題如果小孩子呢，他不用問這些問題。佢想起身咪起身他就站起來就站起來。即係佢開心佢咪會即係起身咯，佢咪會即係有動力咯。他們開心呢就有動力。耶穌咧話讓小孩到我這裡來，唔好阻止佢哋耶穌說：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喺上帝國嘅正係咁樣嘅人。因為在上帝國正是這樣的人。佢話我實在話俾你哋聽，凡要接受上帝國嘅，若果唔像小孩子，絕不能進去在上帝的國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接受上帝國的，若不像小孩子，絕不能進去。當然唔係淨像小孩子，唔係淨係嗰種活力啦。不是像小孩子那種活力。唔單止係嗰種活力啦。不單單是那種活力。更加係嗰種嘅單純啦。更加是那種單純。你信就係信啦你信就是信。單純嘅信靠單純的信靠。唔需要諗好多嘅嘢，計算好多嘅嘢。不要去算那些計算很多的東西。即係我哋要好似小孩子一樣咁單純我們像小孩子那樣子單純。所以即係
耶穌有一個晚上有一個叫尼哥底母嘅人去揾耶穌啊。如果一個晚上呢，有個尼哥德牧人來找耶穌，即係一個法利賽人啊。是一個法利賽人。佢問耶穌：我點樣先至可以進入天國咧？他問耶穌：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進天國呢？耶穌就同佢講話：如果唔重生咧，就唔能夠睇見唔能夠見上帝嘅國啊！耶穌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尼哥底母即刻就問啦，即係已經老啦，點能夠重生再入去媽媽個肚裏邊，再生翻出嚟做小孩子咧？人都已經老了，為什麼無端端的可以能進母親的肚子裡面呢？可以出來呢？佢諗嘅重生就係即係再生翻出嚟啊！即係再做翻小孩子啊！他的想法是重生就是再進入媽媽的肚子裡面，再重新生出來。但係耶穌講嘅話俾佢聽即係人若果唔係從水同埋聖靈生嘅，就唔能夠進神嘅國啊！耶穌跟他說：人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不能進神的國。耶穌話俾佢聽個重生係透過水同埋聖靈而重生啊！耶穌告訴他，人要必須經過水和聖靈生的，才可以重生。我哋好自然就諗到係洗禮啊！我們就想過洗禮就係喺透過洗禮啊，我哋透過聖靈嘅洗禮啊，透過聖靈嘅洗禮我哋去重生去重新去得着呢個嘅生命啊！我們重新得着這個生命呢個係重生啊！這個才是重生。好，我哋落去睇啲經文啊！我們接下來看經文。經文裏邊講到咧，即係你哋死喺過犯罪惡之中佢叫你哋活過嚟啊！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呢度咧，即係其實咧，他叫你哋活過來呢一幾個字咧，希臘文嘅原文咧係冇嘅，原來。他叫你們活過來，在希臘文呢，原來是沒有這個字的。咁呢幾個字咧，原來係和合本咧去加落去嘅。這個幾個字呢，在和合本裡面呢是加進去的。就係佢翻譯嘅時候咧，加入去嘅。在翻譯嘅時候加進去。就係因為佢覺得你哋即係以前死喺呢個嘅罪惡之中嘛，咁而家咧就活過嚟啦咁。他覺得以前是死在罪惡之中，現在是活過來。佢覺得你有包含咁嘅意思喺裏邊啊。他覺得有包含這些意思在裡面。死係從前嘅，而家咧係活嘅。死是從前的，現在是活過來。其實呢個係嚟自第5節裏邊講到即係上帝叫我哋活過嚟啊。這個是來自第5節的，上帝叫我們活過來。咁因為原本冇嘅如果沒有。所以咧，我哋擦咗佢先啦。我先擦掉。我哋就唔講呢節字啊。我們就不講這幾個字。呢度其實1至到呢一個嘅第3節，其實都係講緊嗰個死嘅狀態在1到第3節呢，都是說死的狀態。就係我哋死喺個過犯罪惡之中死在過犯罪惡之中。死喺過犯罪惡之中。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咁咩係過犯罪惡咧？過犯罪惡呢？係乜嘢嚟嘅咧？是什麼呢？過犯咧就係即係英文係 transgression 過犯是英文是 transgression。就係講緊咧越過咗上帝嘅界限是越過上帝嘅界限。上帝有個界限俾我哋嘅。上帝有個界限給我們。我哋唔可以越過，唔可以過界嘅。我們不能過界。如果過咗界咧，就係過犯啦。我們如果過了界，就是過犯。你去諗下，即係亞當夏娃嗰個犯罪我們想一想看亞當夏娃的犯罪。上帝明明話俾佢哋聽咧，就係唔可以食呢個生命樹上嘅果子上帝明明告訴他不能吃這個生命樹上面的果子。所有嘅樹喺伊甸園裏邊，所有嘅樹嘅果子你都可以食，但係呢一個生命呢個嘅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你唔可以食。上帝跟他說，伊甸園裏面的果子全部都可以吃，就是這個分別善惡的果子，這個樹不能吃。呢個就係上帝立嘅界限啦。就是上帝給他立下的界限。但係即係亞當夏娃冇聽上帝講。亞當夏娃沒有聽上帝說。佢聽咗即係魔鬼聽咗條蛇嘅意見佢哋去過咗界所以呢，他聽了魔鬼蛇的意見呢，過了線。就係佢咧，即係摘咗個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嚟食所以呢，就摘咗分別善惡果子的果子嚟吃。呢個就係過犯咯。
這個就是過犯。好啦，咁罪惡咧？那罪惡呢？罪惡咧就係偏離上帝嘅標準嘅意思啊。偏離上帝嘅標準。咁乜嘢係上帝嘅標準咧？什麼是上帝嘅標準呢？上帝嘅標準咧就係好似一個嘅箭靶咁樣，掟中紅心咧就係個標準啦。這個標準就是好像一個箭靶的，把呢個電到紅心的位置，就是界限。一定要掟中紅心。一定要釘中紅心。仲要下下掟中紅心啊！一定要釘住那個紅心。每一下都要掟中紅心嘅。每一下都要釘住這個紅心。咁如果即係射極都射唔中啊！如果呢你都射不中的話，唔好話射唔中個即係紅心啊！就不用說射到那個紅心，連個靶都射唔中啊！連靶都射不中。咁呢個就係罪啦。這個就是罪。所以即係保羅話你哋死喺過犯罪惡之中啊。所以保羅說：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嘅狀態啊。這個就是我們的狀態。或者係我哋從前嘅狀態。這是我們從前的狀態。跟住佢話咧，即係嗰個時候點樣啊？即係你哋喺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住今世嘅風俗。順服呢個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啊！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今世嘅風俗就係呢個世界點樣行，我就點樣行咯。今世的風俗就是現在的世代怎麼行，我們就跟着怎麼行。個個都係咁走噶啦。每個人都是這麼行的。個個都係會少少噶啦。大家都會騙人。咁我都跟住去做啊。我也跟着他去做。我亦都去順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啊！我要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空中掌權者係邊個啊？空中掌權者的是誰呢？保羅解釋佢話就係現今喺悖逆之子心中運行嘅邪靈啊！保羅呢就解釋說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呢個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就係一個邪靈嚟嘅。空中掌權者的是一個邪靈嚟的。我哋嚟自上帝嘅係聖靈啊！我們的上帝是聖靈，但係呢個係邪靈啊！這個是邪靈。呢個邪靈咧喺個悖逆之子嘅心裏邊咧去運行啊！這個邪靈呢是在悖逆之子中運行的。去控制呢個悖逆之子啊！這個他在控制呢悖逆之子的。以至到呢個悖逆之子咧去隨從今世嘅風俗。悖逆之子呢是隨從現今的風俗。但係跟住保羅話。接着保羅說：我哋從前都喺佢哋中間啊！就是我都在他們中間。唔好淨係話人哋沒有說別人。我哋都係咁噶。我們都是這樣子的。我哋點樣？我哋放縱肉體嘅私欲。我們放縱肉體的私欲。我哋隨從肉體同埋心裏邊所喜好嘅。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即係我哋想點就點啊！我們想怎樣就怎樣。即係想做就去做啊！想做就去做。想做就去做啊！佢話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我哋一模一樣嘅啫。我們一模一樣的。我哋都係可怒之子嚟嘅。我們都是可怒之子的。咩可怒之子啊？什麼是可怒之子呢？係邊個怒啊？是哪一個怒呢？係咪你同我發嬲啊？是不是你跟我悶氣？唔係啊，呢個講緊即係我哋係值得俾人嬲噶，抵俾人嬲噶。我們是不是值得給人家生氣呢？但係呢個嬲我哋嘅係上帝啊。這個生我們的氣是上帝。上帝對我哋憤怒啊。上帝跟我們說。上帝去憤怒啊！上帝憤怒。因為我哋即係我哋去放縱我哋肉體嘅私欲，隨住肉體同埋心中所喜好嘅去行啊！我們因為呢，我們是放縱肉體的私欲，是按我們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上帝憤怒啊！所以上帝很憤怒。上帝憤怒要懲罰我哋啊！上帝的憤怒要懲罰我們。邊個係悖逆之子咧？誰是悖逆之子呢？邊個係可怒之子咧？誰是可怒之子呢？有冇諗過咧？大家有冇想過？即係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啊！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如果我哋諗翻浪子嘅比喻大家想一下之前的浪子的比喻。浪子嘅比喻裏邊，邊個係悖逆之子啊？
邊個係可怒之子啊？浪子的比喻，誰是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呢？啊，一定係嗰個浪子啦，係嘛？嗰個小兒子啦，係嘛？肯定是那個浪子小兒子。啊，即係小兒子佢啊，即係要爸爸分家產俾佢啊。啊，小兒子要父親分家產給他。啊，以至到咧佢可以攞住啲錢出去花天酒地啊。啊，他而且呢拿到錢去花天酒地。當佢敗晒佢爸爸嘅嗰份嘅家產之後啊，敗了他爸爸那份家產。啊，佢先至知錯啊。啊，才知道知錯。啊，佢係悖逆之子啊。他是悖逆之子。佢亦都係可怒之子啊。他都是可怒之子。佢爸爸應該嬲噶。他爸爸應該很生氣。係嘛？爸爸應該懲罰佢噶。啊，他父親應該懲罰他。爸爸唔應該饒恕佢啊。啊，爸爸應該不能饒恕他。不過你有冇諗過浪子嘅比喻裏邊有幾多個浪子咧？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浪子比喻到底有幾個浪子呢？幾多個啊？一個定兩個啊？有人話一個，有人兩個啊？有人說一個，有人說兩個。隔離嗰個阿哥啊？啊，隔壁的那個他哥哥。阿哥都係浪子嚟嘅，原來。啊，哥哥其實也是浪子的。阿哥都係悖逆之子嚟㗎。也是悖逆之子。點解啊？為什麼呢？佢屋企裏邊好地地啊，即係做牛做馬，佢覺得自己啊。啊，他在家裡都是做牛做馬的，都是覺得挺好的。佢覺得我服侍阿爸，我幾好啊。我在家裡服侍他父親，不是挺好的嗎？但係即係呢個阿爸饒恕個小兒子嘅時候啊。啊，這個父親饒恕他小兒子的時候，呢個阿哥就發脾氣啦。這個哥哥就發脾氣。呢個阿哥就悖逆啦。啊，這哥哥就悖逆。啊，就甚至乎指住阿爸嚟鬧啦。啊，他就跟他的爸爸很生氣。啊，覺得阿爸唔愛自己啦。啊，覺得他父親不愛他。我幫你做咁多，你有冇啊？即係回報過我啊？啊，如果我幫你做了這麼多，你都沒有愛過我。啊，即係如果你諗下，即係小兒子係離開咗屋企嘅嗰個。啊，你們想一下看，小兒子是離開家的那個。啊，係冇再喺屋企裏邊嘅嗰個。啊，還是在家裡的那個哥哥。啊，唔係嗰個小兒子已經唔喺屋企裏邊啦。啊，這個小兒子已經不在家裡了。如果你諗下，即係教會係上帝嘅家。你想一下，教會是上帝的家。小兒子係邊個啊？小兒子是哪一個？啊，應該係嗰啲冇翻嚟教會嘅人咯。啊，應該是沒有回來教會的那些人。或者本來喺教會嘅，跟住又走咗嘅嗰啲咯。啊，本來是在教會的，然後又走出教會的那些人。咁我哋係咩啊？那我們是什麼呢？我哋係大兒子喎。我們就是大兒子。我哋留喺教會喎。我們是留在教會。我哋留喺上帝嘅家裏邊喎。留在教會的家裡面。我哋又做牛做馬喎。我們也要做牛做馬的。啊，崇拜未開始之前已經喺度吸塵啊，森哥佢哋啊。啊，就早上三哥就在這裡 CD。啊，好多即係要早翻嚟，無論練歌啊、音響，好多嘢做喎。啊，無論是音響什麼，很多事情做。我哋咪大兒子咯。我們就像個大兒子。但係我哋做得甘唔甘心啦？啊，我們做得甘不甘心呢？啊，我哋喺上帝嘅家裏邊。我們在上帝嘅家裡面。但我哋明唔明白上帝咧？我們明不明白上帝呢？明唔明白呢個上帝呢個父親嘅心腸咧？啊，明不明白上帝父親嘅心腸呢？啊，我哋即係同佢有冇一個好嘅關係咧？我們有沒有跟他一個很好的關係？啊，我哋會唔會就係嗰個大兒子咧？我們像不像那個大兒子？好，我哋再落去啊。好，再接下來。係啊，我哋都係悖逆之子，可能都係悖逆之子，可能都係可怒之子啊。我們說不定都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啊，但係保羅話啊，但是保羅說然而上帝既有豐富嘅憐憫，因佢愛我哋嘅大愛啊。然而上帝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啊，上帝仍然係愛啊。上帝仍然是愛的。上帝仍然係充滿住愛啊。啊，上帝仍然充滿着愛。啊，所以即係當我哋喺呢一個下一個啊，當我哋死喺過犯中嘅時候啊，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佢就叫我哋與基督一同活過嚟啊。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啊，即係雖然我哋唔配啊，雖然我們不會，但係佢仍然透過耶穌基督，讓我哋可以活過嚟。啊，他仍然是透過耶穌基督讓我們活過來。啊，喺
羅馬書嘅5章8節嗰度咁樣講，在羅馬書5章8節這麼說，我哋一齊讀啊嘛。我們一起來讀。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係啊，即係上帝嘅愛透過耶穌基督嘅死向我哋顯明咗啦。所以呢，耶穌基督的愛呢，透過上帝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亦都即係透過耶穌嘅釘死喺十字架上邊，讓我哋可以活過嚟透過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讓我們活過來。只要我哋相信耶穌基督我哋可以得着即係一個嘅新嘅生命，我哋可以活過嚟。我們透過就要相信耶穌基督，我們可以新的生命可以活過來。跟住保羅話：你哋得救係本乎恩。所以保羅說：你們的得救是本乎恩。咩叫得救係本乎恩啊？這個得救是本乎恩。即係話完全係上帝嘅恩典嚟㗎。這個完全是上帝恩典嚟嘅。你諗翻個小兒子講嘅嘢啊？你們想一下小兒子說的。小兒子後悔啦小兒子後悔了。佢話：父親，我得罪咗天，又得罪咗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嘅兒子啊！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係我哋唔配嘅。他後悔。係我哋唔配嘅是我們不配的。我哋嘅得救係唔係我哋配得嘅？我們的得救不是不配得的。但係即係上帝就俾我哋呢一個恩典。上帝就給我們這個恩典。所以我哋嘅得救係本乎恩啊。我們得救是本乎恩。跟住第6節嗰度話咧即係他即係上帝又叫我哋同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第6節這麼說，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當我哋得救嘅時候當我們得救的時候我哋就可以同基督耶穌咧一同嘅嚟到去復活我們可以跟耶穌基督一同復活。呢個復活咧唔係淨係講緊將來嘅嗰個復活這個復活不是說將來的那個復活，更加咧係今日咧我哋有一個新嘅生命。今天我們有一個新的生命。就係即係透過洗禮透過洗禮我哋即係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與主同死、同埋、同復活。當我哋洗禮嘅時候我哋就係即係將我哋舊嘅生命去埋葬咗。洗禮嘅時候，把我們舊的那種個生命埋葬咗。生命埋葬了。我哋即係從水裏邊上嚟嘅時候，就係象徵咗我哋嘅生命係一個新嘅生命，同耶穌一齊復活。在水裏面上來的時候，我們是新的生命，同耶穌一起復活。即係他又叫我哋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更加咧係一同坐在天上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又係唔係將來嘅事咧？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將來的事呢？係咪就係將來我哋即係新天新地嘅時候，我哋一同坐在天上，係咪咁嘅意思咧？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將來的新天新地一起在天上？我諗呢度保羅想講嘅唔係淨係講緊將來嘅嗰個一同坐在天上我想保羅不是說這個是將來一起坐在天上。更加係講緊咧，其實我哋今日咧就已經可以同耶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其實今天呢，我們就可以跟耶穌一起坐在天上。因為同耶穌基督一同復活係今日嘅事從耶穌一起復活是今天的事。一同坐在天上亦都係今日嘅事嚟㗎。一同坐在天上也是今天的事。咩叫一同坐在天上啦？什麼叫一同坐在天上？即係有一種咧，即係在地若天嘅一種嘅境況就像在地若天的一種情況。就係主禱文點講嘅？主禱文你們怎麼說呢？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係嘛？即係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樣。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啦。係啊，即係當我哋祈禱嘅時候，有冇諗過呢個係真真實實嘅一個嘅禱告嚟㗎？這個呢，大家在禱告的時候是覺得這個是真真實實的。上帝嘅旨意即係行喺地上邊，好似行喺天上邊一樣。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樣。例如啲乜嘢例如些什麼呢？上帝嘅旨意要我哋點
啊上帝的旨意怎麼樣？啊，要我哋喺教會裏邊彼此相愛啊！但我們在教會裡面可以彼此相愛，啊，呢個就係呢個亦都係上帝嘅旨意啊！這是上帝的旨意。啊，耶穌話即係當你哋去彼此相愛嘅時候啊，耶穌說：當你們彼此相愛的時候，眾人就認出你哋係我個門徒啦。眾人就認出你是一個很好的門徒。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去彼此相愛啊，如果我們可以彼此相愛，其實嗰種嘅感覺就係在地若天嘅感覺咯。如果那種感覺就是在地若天的感覺。如果唔單止係愛啊，不單單是愛。如果每個基督徒都能夠即係喺地上邊去實行上帝嘅旨意啊。如果我們基督徒在地上都可以實行上帝的旨意，就係我哋嘅行事為人係按住上帝嘅心意嚟到去行啊。我們的行事為人都按上帝的旨意來做，係幾咁美好啊！是多麼的美好！即係咁個境況，咪就係即係在地若天嘅。那個景況呢，就好像在地若天的。所以即係一同坐在天上啊！一同坐在天上。係講緊即係我哋能夠即係唔單止去求，我亦都咧去參與，去將咧上帝嘅旨意行喺地上邊。我們不斷去參考，一同坐在天上。唔單止我哋去求啊，我哋都不單單是去求，我哋都去將呢樣嘢咧，我哋去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咧嚟到行出嚟。我們要在生活當中去行出來。咁我哋就能夠可以過一個在地若天嘅生活啊！我們才可以過一個在地若天嘅生活。保羅話即係點解要一同復活，亦都一同去坐在天上咧？保羅說：為什麼要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呢？第7節嗰度咁講啊。第7節這麼說。佢又係為咗要咧將佢極豐富嘅恩典就係佢喺基督耶穌裏邊向我哋所施嘅恩典去顯明俾後嚟嘅世代嚟到睇啊。第7節這麼說，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即係將呢一個即係咁美好嘅一個嘅即係嘅境況這麼美好的景況去讓人嚟到睇到讓人可以看到以至到咧即係點啊？以至到其他人都去渴望得着讓人都可以渴慕去得着。我哋去傳福音嘅時候我們在傳福音嘅時候即係啲人唔肯相信有些人不肯相信，或者甚至乎即係唔願意翻到嚟教會甚至呢不願意回到教會。其實點解為什麼呢？可能就係覺得我開心過你喎。覺得我比你更開心。我嘅生活比你嘅更精彩喎。我的生活比你更精彩。我對人嘅愛可能比你對我嘅愛更加多喎。別人對我的愛跟你比啊，應該是更多的。即係你哋話你哋在地若天你說你在地若天，但我感覺唔到我都沒感覺到。我寧願喺地上啦。我明明看在地上。但係即係耶穌話，即係透過即係我哋能夠去即係一同坐在天上嘅時候顯明俾後嚟嘅世代睇我一同坐在天上，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睇到上帝嘅恩典看到上帝的恩典。睇到上帝嘅恩慈看到上帝的恩慈。其實就係佢願意萬人得救。他願意萬人得救。去明白真道去明白真道。呢個係佢嘅目的這個是一種耶穌基督即係個目的。這個是耶穌基督的一個目的。我哋再睇落去即係你哋得救係本乎恩，也因着信。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保羅再一次講，你哋得救係本乎恩保羅再說，這個得救是本乎恩。亦都需要我哋去相信。也需要我們去相信。淨係有恩典，但係你唔接受，你唔肯信都係冇用如果有恩典，你不去信，不去接受，也沒用。所以信係重要嘅。所以信是很重要的。不過呢個信即係保羅跟住話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嘅，亦都唔係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所以這個信呢，保羅這麼說，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啊，唔係我叻啲啊，或者咧我聰明啲啊。也不是說啊，我比較聰明啊，所以咧我可以去明白福音。我可以明白福音。啊，所以咧我聽得明牧師講嘅嘢啊。啊，我聽得懂牧師講的東西。啊，所以我就信啦。所以我就信。啊，但係我老人家我唔明你講乜啊。啊，我老人家不明白你講什麼。啊，所以我就冇辦法信啦。所以我就沒辦法信。啊，唔關我哋嘅知識。啊，不關我們的知識。啊，亦都唔關我哋嘅行為。也不關我們的行為。唔係因為我即係我做得到啊。不是因為我做得到。啊，即係有啲人唔信耶穌係因為覺得我做唔到啊。啊，有的人不信耶穌就覺得我做不到。啊，因為做基督徒好艱難嘅喎。啊，做基督徒覺得很艱難。啊，咁我做得到，我咪做基督徒咯。啊，我們做得到就做基督徒了。啊，唔係咁樣啊。啊，不是這樣的。啊，而係即係完全係即係上帝所賜嘅。啊，這是完全是上帝所賜的。啊，我哋會問即係其實我哋嘅信心由邊度嚟嘅咧？啊，我們的信心從哪裡來的呢？啊，我哋點解會有信心嘅咧？我們為什麼有信心呢？啊，如果你記得我哋喺當我哋睇一章第一次嘅講道嘅時候啊，我們看第一章第一次講道嘅時候，我哋講到其中一個嘅即係屬靈嘅福氣啊。我們說到屬靈的福氣。屬靈嘅福氣裏邊包括咗基業同埋聖靈嘅印記啊。屬靈的福氣包括基業與聖靈的印記。嗰度話俾我哋聽就係因着有聖靈喺我哋裏邊啊。所以呢，聖經告訴我們因着聖靈為印記。聖靈喺我哋裏邊呢個咧就係一個印記啦。聖靈在我們裡面就是一個印記。就係我哋咧得到基業嘅憑據啊。就是我們得着基業的憑據。就係我哋知道我哋將來我哋會得到嗰個天上邊嘅基業㗎。這個就是我們將來可以得到天上的個基業的憑據。即係當我哋有聖靈喺裏邊，我哋感覺到聖靈嘅喺我哋裏邊嘅時候啊。當我們有聖靈，感覺我們聖靈在裡面嘅時候，我哋就有信心去相信即係我哋將來會得呢個基業啦。我們就有信心得着將來會得着這個基業。我就當時用即係一張即係巨額嘅支票啊。我們第一張就說一個支票，一個好多錢嘅支票啊。這個很多錢的支票。跟住咧蓋咗皇帝嘅玉璽啊。所以交給皇帝。放個玉璽蓋咗上個印度嗰個支票上邊啊。就是這印記放在機票上面。嗰個玉璽皇帝嘅玉。皇帝的印記。咁我哋有呢個玉璽嘅時候，我哋就確信我哋會兌現嘅呢個支票啊。我們有這個印記的，我們就覺得可以用的這個支票。即係唔係空頭支票啊？不是空頭支票。聖靈就係呢一個嘅玉璽啊。就聖靈好像這個印子。玉璽啊。玉璽。於是即係喺我哋心裏邊。在我們心裡面。所以我哋就能夠去確信。所以我們才可以確信。呢個係我哋信心嘅一個根基啊。這是我們信心的根基。然後我哋第二次講道嘅時候睇呢個15節到23節嘅裏邊啊。我們看到15節到23節裡面。亦都話俾我哋聽就係嗰個賜智慧同埋啟示嘅靈讓我哋咧可以真知道上帝啊。那賜人的智慧和啟示的靈讓我哋可以那我們可以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就係上帝啊。真知道他是上帝。所以即係亦都係聖靈嘅工作啊。這也是聖靈的工作。亦都經文裏邊話俾我哋聽就係聖靈照明我哋心裏邊嘅眼睛啊。聖靈告訴我們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讓我哋可以睇得到啊。那我們可以看得到。睇得到知道上帝啊。我們看得到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啲乜嘢咧？知道上帝什麼呢？知道上帝嘅恩召可以帶嚟永恆嘅盼望。所以知道上帝的恩召會帶來永恆的盼望。知道我哋嘅上帝咧，即係將我哋睇為榮耀嘅知道我哋係上帝睇為榮耀嘅基業啊。知道我們是上帝看為榮耀的基業。就係上帝好睇重我哋啊。上帝很看重我們。我亦都知道咧，上帝喺我哋身上邊所顯嘅能力咧，係何等嘅浩大啊！知道上帝在我們身上所顯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聖靈可以幫助我哋睇到呢啲聖靈可以幫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所以即係呢一個嘅即係
唔係靠我哋自己，係靠住即係上帝賜俾我哋嘅聖靈啊！啊，不是靠自己，是靠上帝賜給我們的聖靈。然之後第10節嗰度話俾我哋聽我哋原本係佢嘅工作第10節裏邊告訴我們，我們原本是他的工作。係上帝嘅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咩係工作咧？什麼工作呢？工作呢度話俾我哋聽個解釋咧就係我哋係佢嘅作品嚟嘅。這裡的告訴我們工作是作品來的。我哋係上帝嘅傑作嚟嘅。我們是上帝傑作來的。我哋係被上帝咧所做嘅。我們是被上帝所造的。你諗翻即係聖經裏邊好多時都會形容喺以賽亞書。我們看到聖經裡面以賽亞書有很多都形容的。64章嗰度咁樣講，佢話我哋係泥，你係陶匠，我哋都係你親手所做嘅。在64章這邊說，我們是你，你是陶匠，我們都是你親手所造的。我哋每一個即係信耶穌嘅人，都係上帝親手去要塑造我哋成為即係佢嘅傑作，佢嘅作品啊。我們在上帝的眼裡，每一個都是上帝親手所造的一個傑作作品。我哋傑作嚟嘅。是傑作來的。即係上帝嘅傑作嚟嘅。是上帝傑作來的。佢話咧係喺基督裏邊咧造成嘅。是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透過耶穌基督我哋嘅生命去改變啊。透過耶穌基督，我們生命可以得到改變。從前呢係我哋死喺過犯罪惡之中嘅。從前的我們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但係透過耶穌基督我哋可以即係活過嚟。我們透過耶穌基督可以活過來。甚至乎我哋可以成為上帝嘅傑作。甚至呢，我們可以成為上帝的傑作。成為上帝嘅傑作做乜嘢咧？成為上帝的傑作，來幹什麼呢？佢話原來咧係要叫我哋行善啊。原來呢，他是叫我們去行善。要我哋去行善。要我們行善。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去行善啦。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去行善。但係乜嘢係行善呢？什麼才算是行善呢？咩係行善啊？什麼是行善？童軍即刻去做係咪咁樣叫行善呢？統專統治專統治專唔係淨係叫我哋去做童子軍啊！不是去做，單單去做童子軍更加最重要係咩？咩叫做行善？行善嘅定義係乜嘢啊？行善嘅定義是什麼呢？經文裏邊都講埋俾我哋聽經文裡面也告訴我們就係上帝所預備叫我哋行嘅。所以上帝是所預備的，叫我們去行。係上帝叫我哋做乜就係做乜。上帝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上帝本身係良善嘅。上帝本身是良善的。良善嘅上帝叫我哋行嘅必然係善嘅事。上帝是良善的，那我們去做必然是善的。我哋有冇按住上帝嘅旨意嚟到去行呢？我們有沒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呢？好，我哋今日呢個題目我死了又活了今天的題目是我死了又活了。我哋問大家一啲問題嚟到去做一個完結嘅思考啦。有一些問題，問大家做一個完結的思考。好，我曾經死在罪中我曾經死在罪中。1至到3節嗰度話俾我哋聽1到3節那邊告訴我們。我哋要問自己我有冇認真咁面對自己靈裏邊曾經係死嘅咧？我們有沒有認真面對自己靈裏曾經是死的呢？我身邊有冇人係表面活着，但係內心咧卻係同上帝隔絕嘅咧？我身邊有沒有人表面活着，內心卻與上帝隔絕？我哋睇唔睇到有啲人佢就係而家係死喺罪中嘅啦？我們看見身邊有人是死在罪中的。另外就係我係咪仲喺某啲地方仍然係跟住世界走去放縱自己咧？我們是否還在某些地方跟着世界走，放縱自己？仲係咪仍然係喺個境況裏邊咧？我們是不是還在這個情況裡面呢？好，跟住我又活了啦。好，接着我們又活了。2章嘅4至7節。2章的4到7節。我哋要問我有冇真實嘅經歷從死到生嘅轉變呢？我們是否有真的經歷呢？是否經歷過從死裡生的轉變？我而家係靠自己努力定係話靠上帝嘅恩典而活咧？我現在是靠自己的努力，還是靠上帝的恩典而活？我對上帝嘅愛同埋恩典
係咪仍然感恩同埋感動呢？我對上帝的愛和恩典是否仍然感恩和感動？最後我為乜嘢而活呢？最後呢，我為何而活？ 2章嘅8至到10節在2章8到10節。我係咪真係相信得救完全係出於上帝嘅恩典啊？我是否真的相信得救完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我今日活着係為自己打拼啊，定係話我係走喺上帝為我安排嘅路上邊啊？我今天活着為自己打拼，還是走在上帝為我安排的路上？最後上帝想透過我完成乜嘢嘅善功呢？上帝呢想透過我完成什麼樣的善功呢？我願意讓佢嚟到塑造我嗎？我願意讓他來塑造我嗎？呢啲嘅問題留翻俾大家嚟到去回答這些問題是留給大家來回答的。我哋低頭嘅禱告。低頭禱告。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因為從前呢，我哋係死嘅因為我們從前是死的。我哋死喺個過犯罪惡當中。我們是死在罪惡過犯當中。甚至乎今日咧，我哋可能都仍然咧係即係有繼續嘅有按住自己嘅意思嚟到去過我哋嘅生活。天父我們現在真的還按照自己的意思來過着現在的生活。我哋仍然有過犯罪惡。我們仍然有過犯罪惡。但我哋感恩。但是我們感恩。因為你愛我哋。因為你愛我們。你透過耶穌基督嚟叫我哋可以活過嚟。透過耶穌基督，我們可以活過來。我哋就求你幫助我哋。求你幫助我們。幫助我哋真係可以即係透過耶穌基督，我哋將我哋嘅生命交俾佢。求你幫助我們，透過耶穌基督把我們的生命改過來。以至到我哋真係有一個新嘅生命。以致我們有一個新的生命。如果保守我哋呢個新嘅生命可以活出你嘅善功。所以呢，那我們這個新的生命活出你的善報。可以咧，即係去行你要我哋行嘅每一件嘅事。那我們可以行你讓我們行的要行的事。我哋多謝你啊！我們多謝你。多謝你聽我哋祈禱，靠賴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多謝你為我們帶領我們以上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好，唔該你。好啦，一首嘅回應詩啦，咁我哋聽下呢首歌啊。你們的救贖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以下係奉獻，請今日嘅司事嚟到台前。奉獻係基督徒對上帝愛嘅回應，亦係對上帝信心嘅表達。如果你仲未係基督徒，我哋歡迎你參加聚會。你係可以唔參加奉獻嘅，只需將奉獻袋輕輕傳過就可以。聖潔嘅天父，求聖靈勸勉我哋不要自欺，不要裝睡，因為神你係輕慢不得的。我哋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放縱私慾，隨在心中喜好嘅去做事，羞辱主你自己嘅名。但主啊，我哋感謝你，你冇因我哋嘅罪孽待我哋。你十架捨身嘅救贖，將我哋從罪惡重價，從罪惡裏邊嘅重價買贖過嚟。主啊，我哋嘅得救係靠着你嘅恩典，藉着信心。因為冇一個人可以靠住行為得救，因為神你係聖潔忌邪嘅神。因此，讓我哋追求聖潔，不單奉獻金錢、時間，也奉獻才幹為主所用，報答主你對我哋嘅厚恩。以上嘅禱告係奉捨身十架又復活嘅主名求，阿門。家信交俾 Stanley 牧師。好，咁啊，首先歡迎有新朋友啊，係 hello， 係我冇收到紙仔，所以你可唔可以大聲啲講一講你個名啊？我叫張燕威，張先生啊，係。OK， 嗰位你太太係嘛 ？OK， 歡迎啊，張生張太啊，歡迎，係。咁啊，香港過嚟咁會係喺呢度住定啊嘛？旅行 OK， 歡迎嚟㗎，係。OK， 好啊。咁啊，係啦，因為留低，我哋完咗崇拜之後咧，就會留低傾下偈啊，即係彼此認識一下。仲有冇其他？冇啊 ？OK， 好，我哋呢個溫馨提示咧，就其實擺咗喺個月刊度嘅，咁不過而家就覺得要擺埋出嚟啦。咁咧就係5月26號咧，我哋係銀行假期嗰日咧，我哋已經預咗係教會有活動嘅。咁咧就而家個安排咧，就係我哋申請緊啊，即係唔知點解搞咁耐今次啊，就係喺 Access 大學嗰度燒嘢食，咁但係咧一直到而家咧都未正式批落嚟，啊，因為可能係人數嘅問題，因為舊年就控制咗喺70人之內，今年我哋講俾佢聽100人咧，跟住就 hold 住咗啦，跟住咧就唔知得唔得啦而家，啊咁所以咧就請大家都為呢件事祈禱啦，啊咁萬一唔批嘅話咧。萬一唔批咧，我哋會有 Plan B 嘅。咁我哋今日下晝咧就會委員會會開會，咁我哋都會有個 Plan B 出嚟嘅。咁即係不過請大家預留時間先啦。啊，5月26號。咁如果你冇其他更加重要嘅事咧，希望都能夠參與即係教會呢一個嘅活動啦。啊，OK 啊，記住咯。好，下一張。啊，咁啊，呢個係上個禮拜嘅崇拜嘅出席人數啊，唔係喎，係咪呢個20號嗰個錯咗
應該係27號啊嚇，咁啊就再唔係喎，應該係再之前5月嘅應該係唔好意思，個日子打錯咗啊。咁咧就係上一次嘅聖餐崇拜聯合聚會嘅啊，咁咧就係啦，人數同埋奉獻啊。OK， 咁啊中文崇拜下個禮拜咁啊，我哋有劉興俊牧師喺我哋當中講道啦。咁啊請大家留意，如果你喺司事人員嘅名單上邊啊。OK， 下一張下個禮拜咧就係年輕人咧就係 Major Louis 帶，咁啊請你鼓勵你啲仔女參與上邊嘅 Youth Church Meeting。咁然之後咧就係聽日啦，聽日咧就係喜樂聚咁我哋第3次嘅喜樂聚啦。咁都已經有即係唔少嘅人報咗名啦。咁特別嘅都有啲新朋友喺我哋當中嘅。咁所以咧就鼓勵大家，如果你有時間聽日即係就算你覺得自己未夠年齡，都歡迎你嚟嘅，因為你可以嚟認識下啲新朋友嘛，幫手招呼下啲新朋友。即係好嘛？即係如果要報名嘅，就同阿 Helen 牧師或者阿小娟即係報名啊。好呢個禮拜咧就喺你見填滿晒啦，1、2、3、4、5、6都喺度。咁咧就有我哋嚟緊呢個禮拜嘅普通話，我們是星期2嘅早上啦，有呢個查經班啊。然之後咧就禮拜6我哋都加埋落去咧，就係靈家少年團啦，即係青少年嘅廣東話嗰個團啦。其實我哋弟兄組應該都會約食早餐嘅嗰日咁即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好滿嘅一個嘅即係聚會嘅時間啦。咁即係鼓勵大家都去即係參加啦，唔同嘅即係呢啲嘅聚會啊咁樣。OK， 咁將時間交俾 Angel。密麻嘅聚會總有一個係啱你嘅。嗱，今日有人都去問靈家少年團係乜嘢？靈家少年團咧應該就係香港係中1至中5呢度嘅係Year 7至到Year 幾咧？6 房之下啦，係啦。咁咧係逢每個月嘅第1週同埋第3週嘅星期6，咁有陣時會喺教會，有陣時喺外展，係一班嘅少年人以廣東話為主嘅。好，我5月份嘅金句，咁我哋咧一齊讀2次，預備1、2、3。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乃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歡叫阿爸父。羅馬書8章15節。好，第2次，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羅馬書章15節。係啦，我哋所受嘅，我哋唔係奴僕嘅心。如果你係奴僕嘅心，仍舊害怕。主耶穌已經由重價將你去買贖翻嚟，你可以稱爸爸為阿爸父，因為主耶穌已經成為咗呢條嘅橋梁，使到我哋嘅復活。好，跟住咧係祈禱嘅事項有3項。第一項咧就係求主止息世上嘅戰爭同埋糾紛，賜下平安。第二樣咧係為到英國嘅經濟同埋英國嘅政府嘅施政祈禱，求主保守同埋引導。第3咧就係面對公開考試嘅學生，好緊張啊！佢哋開始下個禮拜考試啦，求主加能力同埋智慧俾佢哋。咁有1分鐘嘅時間，咁你可以揀一樣重點去為佢哋去祈禱。我俾1分鐘嘅時間，咁我會帶領大家。天父，或許我哋會問，點解我哋時時都為止息戰爭去禱告？你好似唔聽，各地仍然有好多嘅戰禍，但我哋知道主權係屬於神嚟嘅。
你必定會去數算，你必定會有審判。你派人去管理呢個大地，而人心敗壞，貪圖呢啲嘅權力、名同埋利。因此我哋求父你垂憐，聽我哋懇切嘅祈禱，求你摧毀呢啲侵略者嘅妄想，求神去感動各方嘅領導人同埋和平進程協調嘅人，能夠以和平為念，尋求公義同埋和解嘅道路，終結戰爭帶來嘅破壞同埋痛苦。主啊，我哋呼求你去安慰同埋供應臨到戰爭中失去家園、親人、生活陷入困境嘅平民，賜下力量同埋盼望俾佢哋。我哋又為到英國嘅經濟、政府施政禱告，願你興起行公義、好憐憫、敬畏嘅官員，賜下屬天嘅智慧同埋策略，建立愛國愛民嘅內閣，有智慧嘅處理經濟同埋民生嘅問題。我哋又為到教會將要考公開試嘅學生禱告，求主額外施恩，將考生每個嘅壓力化成與你同行嘅能力。喺壓力嘅裏面，佢哋仍有平靜，讓學生喺考試嘅期間有額外嘅健康身體，睡眠能夠一覺瞓到天光，讀書嘅時候有額外嘅精神，有額外嘅智慧，面對考試時有清晰嘅頭腦，細心作答，又讓身邊嘅家人、導師成為考生嘅支持同代禱者。我哋嘅祈禱係奉主名求，阿門。讓我哋一齊嘅起立去背誦或者去讀主禱文。預備1、2、3。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祝福先。唱讚會詩先。係讚會詩咧，就唔係對住背脊唱嘅，係啦。咁啊，唯一一樣咧，就係你可以祝福你嘅教會嘅會友。咁請呢，第一排就轉去第二排，第三排就轉去第四排。咁你哋望住對方嚟去唱啊，因為我哋唔係好慣咧去同人哋去握手啊。我發覺呢度唔係好慣啊。以前舞會咧就好慣咧去祝福人㗎，呢度就唔係好慣。好，司琴唔該，你同你隔離嗰個轉去喎，或者你行出去都得㗎。你想見到佢，話俾佢聽，我希望下個禮拜見到你，同你一齊參加聚會。願耶和華賜福俾你，請你同你隔離嗰個講，牧師祝福。
其實喺彼得堡咧，彼得堡嘅教會咧，我哋每次完咗之後，我哋係擁抱啊。係啊，男嘅同男嘅，女嘅同女嘅咁。而家 Transfer 我哋都開始咗，咁我唔知，即係我哋委員討論下啦。即係會唔會我哋呢度我哋都可以試下擁抱啊？即係唔好啦，時間關係，我哋下次啊。不過咁當然啦，擁抱唔係強迫嘅。咁即係係啦，擁抱唔係強迫嘅。咁即係如果你願意，因為可能你想擁抱，不過你唔敢啫嘛。咁但係如果我哋話我哋一齊有擁抱，咁你可以試下嘅即係下次啊。留翻下次。好，我哋一齊低頭，我哋領受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團契常常嘅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團契常常的與我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好。請坐。司琴將會彈出阿門頌，請各位喺你座位裏邊去默禱。